2026流年生肖運程，咁因為屬兔咯喎，咁屬兔咧就唔錯啦，因為屬兔今年係天喜桃花，又加埋財運年喎，財運加桃花年，所以12生肖方面你財運排第一，桃花就排第二喎，仲要唔止喎，吉星就有天德、福星同福德，天德就貴人星，就逢凶化吉嘅星，福星福德就普通貴人星，得貴人輔助，所以今年有天德逢凶化吉。福星福德貴人星天喜桃花星，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比較輕微，有捲舌同埋披麻。捲舌容易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咁但係因為你今年有桃花年，有貴人輔助，有逢凶化吉，咁呢捲舌嚟講都係少少口舌爭吵，咁就披麻長輩身體稍為要留意。咁其實年紀大長輩幾時都要有留意㗎啦，唔止淨係今年。咁跟住屬龍嚟到呢一個馬年咧，其實就冇乜親戚關係嘅，所以今年咧個桃花就排第10，桃花排第10又唔使驚嘅，有就有，冇就冇啦。咁冇就最多講下一個桃花年都唔使死嘅。咁今年吉星咧有天解解神同8座，咁天解解神逢凶化吉，能化凶星之力，8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受血印，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，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唔係損傷年，唔會有咩嚴重意外損傷，可能行街撞親少少損傷，切嘢刺身少少手指皮，未必有嚴重問題。咁浮沉就浮沉，冇乜嘢突破。咁因為你個排位咧。財運排第6，桃花排第10，都係屬於普普通通。今年咧就唔好積極進取住啦。咁繼續屬蛇啦，屬蛇嘅你今年咧係戊水桃花年，咁有桃花就不交際應酬，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㗎。咁又戊水咸池桃花年，咩叫戊水咸池桃花？咁可能已經認識嘅人突然間一齊，突然間走就冇乜特別作用㗎。反為呢個戊水咸池桃花咧，對做嘢就有作用喎。對做嘢嚟講，有戊水咸池桃花，人哋對你觀感咧會提升，做嘢自然順利少少啦。咁今年吉星有蜜月，有你地位提升，地位提升意思打工容易升職啦，做生意咧人哋對你嗰個觀感都好啲，就對你尊重少少，又或者喺行內呢個名嘅地位提升，都對間接對事業有幫助㗎。咁凶星有亡神就不失物，容易唔見銀包、鎖匙、手提電話、私人物件，特別要留意。同埋病符小疾病，天官符普通嘅是非星。咁其實病符又好，天官符又好，最主要留意春季啫。春季特別留意，同埋如果你夏天出世嘅人，因為呢幾年大火年都唔係好利皮膚腸胃，都稍為要留意。咁如果你秋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呢幾年皮膚腸胃出現問題機會唔係話好大㗎，所以病符同埋天官符都係針對如果你夏天出世，可能是非都稍有是非，身體要留意。秋冬天出世唔使留意。